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日，就是甲，甲就是天干排头一个，嘛是排第一个意思。像讲甲子甲顶，若定的物件，咱嘛讲甲，像菜甲、剪甲。动物骹手指头啊，上尾迄个定壳，咱讲指甲。嘛当讲是算土地面积的单位，一甲是2934平，0.97公顷。另外甲嘛有到一个地点、时间或者是状态意思，像讲等甲迄当时骨头拢拍过啊，抑佫有我的腹肚疼甲要死。另外嘛有哪会安尼的意思，像讲敢会像你讲的遮尔准，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加价，这就是古早伫咧讲户口的意思，像讲入加价就是入户口，嘛有人讲做加价，这就是登记结婚的意思。第二个词整价，咱做伙来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家恁拢已经做加价，应该都要互相体谅对方。像讲伊伫咧大厅加整价这款代志，你都唔通一直甲伊细细念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甲提供互大家来参考。